伫中央甲地方的支持，这两座高速厨余发酵厂总经费大约9200万，分别设伫安南区城西分化厂、甲新化厨余堆肥厂，两厂各有2台的发酵设备，平均每个月会用处理990吨的厨余。10号上午由环保署长、市长、甲中央地方民意代表共同来主持启用。请启动！台南市城西厨余高速发酵厂正式启用。像这个厨余厂，当初非洲猪瘟爆发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没有了哈。非洲猪瘟的这个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要严守边境，所以然后特别指示，原来厨余有煮熟，原来厨余有来喂猪的，现在变成煮熟蒸热之后才能喂猪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养猪户的这个意愿就降低一些。养猪户的意愿降低，我们的厨余就要去处理。原来处理的方式是要发酵60天，现在发酵10天，时程上就更有效率。那品质上这个发酵之后的，不管做肥料这个品质上要更提高。但厨余量增加要处理的，怎么样让它有效处理，然后又可以变得有用？所以我想刚刚在局长跟市长也都提到了，我们因为这个设备把这个发酵的时间缩短，所以我们同样的土地，我们就可以处理好几倍的厨余。然后我们台南，因为我们堆肥也有小钙肥那有肥料的这个证，所以我们可以拿来当做肥料使用，所以这厨余就可以被有效的来使用。所以这个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南市能够在这个计划很顺利的执行。那么这个启用之后，它1个月可以增加1000吨的这个处理的量能。原本是要预防非洲猪瘟，避免厨余饲猪所增加出来的厨余的量。有了这两座高速厨余的发酵厂的设立，原本传统的厨余处理大约需要60天的时间，现在缩短为10天。加上环保署佮补助台南市53台各种的环保车辆佮机具，包括电动压缩的粪扫车、抓豆机、清锅车、佮厨余废液清运车等，总经费1亿8千多万，为环保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利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